香港雖然地方細，但係過去一直響全球貿易有一個重要角色，憑住得天獨厚嘅地理位置同自由港嘅身份，一路以嚟扮演橋樑嘅角色，將中國同全世界緊密聯繫起嚟。喺過去幾十年，香港嘅轉口貿易經歷咗輝煌嘅歲月，但係自從特朗普由第一任期開打貿易戰，美國同中國呢兩個最大經濟體越行越遠，我哋呢一個中間人角色都慢慢咁改變。最近隨住中美貿易戰喺今年4月嘅升級，香港嘅角色正面臨前所未有嘅考驗，同時要面對財政赤字同埋關稅嘅夾擊，難怪波叔響4月頭個記者會度眼濕濕。今日就同大家回顧香港轉口貿易嘅發展，講解一下中國同美國之間嘅貿易現況，大家一齊睇下今次貿易戰之下，香港會俾人 KO， 定係可以趁今次機會加強翻中美中間人呢一個角色，令香港再次偉大。睇翻上世紀80年代至到90年代初，香港嘅轉口貿易係非常強勁。嗰陣時，轉口貿易嘅主角係紡織品、衫褲之類嘅初級成品，貨品喺中國內地製造，再經香港轉運去美國同其他西方國家。強勁嘅轉口貿易成就咗香港貨運行業，當時港口非常繁忙，日夜燈火通明，一箱箱貨物被裝上貨船，漂洋過海。根據歷史數據，當時經香港轉口由1982年佔所有出口嘅35%，到2002年佔超過90%，可以睇到轉口貿易對香港有幾重要。嗰個年代，香港就好似發電機，不停為世界輸送中國製造嘅產品。近年，香港轉口貿易貨品主要嘅目的地由歐美變成中國，中國成為香港轉口貨品主要目的地，佔咗總轉口嘅貨品值差唔多60%。根據2024年嘅官方數據，香港轉口到中國貨物嘅總值超過3400億美元，而經香港轉運去美國嘅貨物總值就少好多，只係有唔夠400億美元。主要嘅轉口產品就由以往嘅紡織品變成高附加值嘅貨品，例如電動機械、電信設備等。香港嘅轉口貿易而家面對唔少挑戰，內地港口例如深圳同廣州港近年發展迅速，吞吐量已經超越香港。喺2024年，香港貨櫃港口嘅吞吐量下跌咗5%，跌至1396萬個標準貨櫃，分別落後深圳同廣州港超過1000萬個標準貨櫃，競爭壓力越嚟越大。今時今日，好多企業選擇直接從內地港口出口，香港嘅轉口角色受到衝擊。今次中美貿易戰，我哋又可唔可以揾到機會令我哋嘅轉口貿易可以絕地反擊呢？講完香港嘅轉口港歷史，就要講中美之間嘅貿易成分。中國同美國之間嘅貿易往來一直係全球經濟嘅焦點。喺2024年，中國對美國嘅出口總額達到5246億美元，主要商品包括電子產品、機械設備、玩具同服裝。經香港轉運嘅貨物喺呢啲出口中佔咗重要角色。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嘅數據，2023年有超過30%嘅中國對美出口貨物經香港處理，總值約1300億美元。呢啲貨物喺香港完成清關、包裝同分發，再送去美國市場，充分體現咗香港作為轉口港嘅價值。美國對中國嘅出口同樣係一塊大餅。喺2024年，美國對中國嘅出口總額達到1435億5千萬美元，主要商品包括電子設備、礦物燃料、農產品同飛機零件。當中，電子設備佔咗10%，農產品佔咗9%，例如大豆同玉米係中國市場嘅熱門貨。飛機零件同高科技儀器亦有穩定嘅需求，總值超過300億美元。香港喺呢啲貿易入面扮演咗重要角色。喺2024年，約有15%嘅美國對華出口貨物經香港轉運，總值達到210億美元。呢啲貨物喺香港進行檢驗、分裝同物流處理，再送往中國內地嘅各大城市。香港嘅高效物流同自由港政策，令呢啲高價值貨品可以快速進入中國市場。但係自從2025年4月1日，中美貿易戰全面升級，美國對中國商品不斷提高關稅。響短短16日之內，特朗普將總關稅提高到最高245%。呢個舉措令中國出口商叫苦連天，有中國企業被逼立刻停工。電子產品同機械設備首當其衝，因為呢啲商品嘅關稅成本上升咗2倍以上。根據經濟學家嘅估計，中國對美國嘅出口總額可能喺2025年下跌15%，跌至3800億美元以下。香港作為轉口港，必然受到影響。美國嘅關稅政策唔單止針對中國內地嘅貨物，連經香港嘅貨品都要繳納同樣嘅高關稅。呢個情況令香港嘅轉口優勢大減，好多企業開始考慮其他路徑，例如響越南同其他東南亞國家生產貨品。預計香港嘅轉口貿易量喺2025年上半年下跌10%，
直接影響物流業同港口嘅收入。冇人知今次中美貿易戰對香港造成幾大影響，我哋亦都唔知貿易戰會維持幾耐。與其望天打卦，不如我哋又睇下當中國同美國越行越遠嘅情況下，香港有冇啲咩嘢可能成為美國貨品嘅替代品，輸出去中國。中國嘅關稅係針對來源地美國嘅貨品，我哋當然唔可以直接入口美國貨品，乜都唔做，再左手交右手俾內地。我哋又可唔可以輸入美國貨品做加工，再出口俾中國，逆向做翻我哋30年前嘅老本行呢？香港同內地有一個叫《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即係 CEPA。如果產物嘅來源地係香港，內地係唔會收呢啲產品嘅關稅。以下落嚟同大家講解下，我哋有冇可能利用 CEPA 做到俗稱洗來源嘅方式，透過加工美國貨變成香港製造之後出口到中國，實行將工業帶返香港，令香港再次偉大。要符合香港製造並非行唔通，但係貨品需要響香港有實質加工，符合 CEPA 嘅來源地規則。規則明確指明需要確保加工改變產品基本特徵或區域價值含量達到規則要求。如果只係涉及一啲簡單嘅包裝，難以達標，但係如果過程中有涉及進行組裝或者製造，就比較容易符合要求。考慮到香港而家嘅人力成本，同埋好難有土地興建大型廠房配合加工流程，加上過程涉及工廠登記，要取得相關證書，牽涉好多行政工作，而香港嘅環保政策亦都未必可以配合香港重新發展工業。另外，世界上好多唔同地方都有好平價嘅勞動力，亦都可以容納到一啲大型工廠進行加工。分分鐘響其他地方加工完住埋個來源地，再俾埋入口關稅，都可能好過響香港加工。用加工嘅形式將啲美國貨來源轉為香港嘅難度都幾高。既然咁難做，係咪就唔好做呢？除咗加工產品呢一條路之外，仲有冇其他選擇呢？除咗關稅戰之外，特朗普另一個戰線就係對美國上市嘅中國企業施加限制。由佢第一任期開始已經連環出招，例如投資限制、審計規管等。到最近，市場講緊最壞嘅可能性就係特朗普用終極大招，逼呢啲公司退市。截至2025年3月7日，美國交易所包括納斯達克、紐約證券交易所同 NYSE American，總共有286間中國公司上市，總市值有1.1萬億美元。呢個數字好重要，顯示中國企業喺美國資本市場有一定地位。相比起上年年初，一年左右就多咗21間公司，總市值仲上升咗2500億美元。如果佢哋喺美國退市，以香港完善嘅金融基建，相信可以吸引呢啲企業轉嚟香港上市，會為香港帶嚟更多商業機會同經濟活動，鞏固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過，香港都要應對地緣政治同市場競爭嘅挑戰，持續改革，先至可以保持響市場上嘅吸引力。總結，與其夾硬做一啲我哋冇做開嘅嘢，不如集中發展優勢，繼續做金融實際啲。我哋係專門出時事片、黐流量嘅時事菠蘿雞。如果你鍾意我哋呢條片就 CLS 啦。